法庭清楚指出，黎智英係本案嘅主腦同埋推手，係加重佢罪責嘅因素。今次判刑清楚顯示法庭係認同被告所犯嘅罪行係非常嚴重，必須嚴懲。黎智英同埋佢嘅團伙作惡連連，過去多年以嚟呢係以假消息、假新聞誤導市民、荼毒青年，甚至煽動仇恨、宣揚同埋美化暴力，仲要係為反中亂港嘅分子提供資金，引發港版嘅顏色革命，令到全港市民受到無盡嘅苦難同埋創傷。法庭對本案嘅定罪同埋判刑，正好說明法律係絕不容許任何公然傷害自己國家同埋同胞、危害國家安全嘅犯罪行為。香港係法治嘅地方，冇任何人可以凌駕喺法律之上。